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听堂的时间，我是刘秋云，两片的陈先生。今天要带大家做的是刺激导演，今家要带大家做的肝脏光滑、攀足长筋，请大家慢慢坐下来。好，坐下来呢，两只脚搭出来，好，两只手靠下眼的膝头，好，开始时间呢，吐气，将眼的脚倾下来，好，两只手握空拳，吸气，脚尖内扣，好，命门前顶，手肘扣顶，好，继续哦，将眼的两只手沿等两片的耳弓身后，慢慢的再上来。百会上顶，梳子做完旋腕。好，第眼的脚脚下，腰骨慢慢的跟身体向前弯下来。到眼的两只手老公叠向前，跟眼的手掌向前并不松。好，闭3到6秒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吸气上来，带动眼的手，身体带动眼的手上来，眼神变松，脚趾变松，吸吐，吸吐，吸吐，再来哦，一样。脚趾轻下来，延伸，手握空拳，吸气，上来，命门前顶，手肘扣顶，继续，慢慢的再沿着眼两片的耳弓身后上来，百会上顶，梳子做完旋腕，脚脚下并上来。两骨膀臂侧延伸，搭到眼的涌泉，手肘放松，并上来，好，吸气上来，好，身体并松，脚趾并松，吸吐，吸。吐，吸，吐，好，一下我哋做分解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我哋搓臂掌来，搓臂我哋两骨膀臂侧，两只脚呢搭出来，搓掌来，膀臂侧延伸哈。一开始呢，一样我哋两只手靠我哋膝头，先跟脚趾倾下来，脚趾倾下来延伸，吸气的时间呢，两只手握空拳，握空拳呢就吸气，带动俺的脚趾，两只脚趾内扣，慢慢的带上来，好，带到俺的呢命门前顶，跟俺的两骨特别侧，好，手肘扣顶，继续哦，沿着俺的两片的耳弓身后呢，慢慢的带上来。好，带到俺的两骨膀臂侧，百会上顶。好，俺的耳弓呢，俺的呢下最暗，尽量内扣磨通。然后呢，梳子做完，记得咯，俺的脚趾磨松下咯。好，旋完，下来的时间呢，唔要熬夜的等俺的脚脚下并不松，面中骨尽量往前延伸，两骨放出来，天天的并下来，一节一节的并下来，并下来。那有的朋友呢，无法度熬到按下背，那倒来的就倒来呀，极限那无法度熬到呀，唔怕，那按呢要可以，倒呀尽量撑一撑，就尽量延伸，松闭开。松开呢，俺的两片的手肘并上来，手掌并不松，脊椎延伸，尽量膀臂侧，
闭息3到6秒，不用松。哎呀，放起来呢，一样吸气，安尼数，等身体带上来，慢慢来上来，回正。倒7头呢，让身体不用松，一下脚趾让慢慢来松开来，气到涌泉，不用松来。用手打脚7头呢，还能安尼用身体带动，吸气，吐，打安尼7头，再来吸气，跟安尼手带上来，吐，打7头呢，就会帮助安尼气血循环。跟安尼脚保护安尼脚7头，好，一下呢，俺来做练习的动作，一样跟脚趾牵下来，手握空拳，吸气，脚趾内扣，命门前顶，手肘扣顶，也都4点5级继续。百会上顶，梳子做完，旋完。慢慢的呢，你从骨不用松来，往前，脚胯不用松来，往前弯下来。记得咯，手掌要不用松，你向前的不用松。好，慢慢的吸气上来。不用松，脚趾不用松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再吸，吐，继续用手握空拳，吸气上来，气到命门前顶，手肘扣顶。正安尼2片2弓条线伸条上来，好，百会上顶，梳子做完，旋完，慢慢来，跟脚胯下不用松来，往前弯下来，好，3到6秒的呢，吸气，跟安尼手慢慢带上来。身不用松，脚趾不用松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好，再来一样，脚趾牵下来，手握空拳，吸气上来。记得咯，你下巴要微收梳子做完，旋完。好，慢慢来，脚胯下不用松，你从骨尽量不用松来，往前延伸，2骨打彼此。好，3到6秒的呢，吸气，跟手带上来，眼神慢慢来上来。眼神不用松，脚趾不用松，吸，吐，再来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再继续手握空拳，吸气，慢慢来，沿着安尼2片呢，2弓上来，百会上顶，梳子做完，旋完，脚胯下不用松来，眼神慢慢的往前弯下来，全身不用松，延伸，
来时间呢，一样将安尼手慢慢的调整身体，带上来，吸上来。好，身体放松，脚趾放松，吸吐，吸吐，再吸吐，也都盼住长筋，眼全身要放闭上来。做起来人会舒服，人会轻松，哈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接下来继续听听老师来做新的动作。一下，咱来带大家做的是脚蝶双伸，请大家人慢慢的坐下来，开下来。好，两只脚呢开喺天板上，开白白，两只手插喺天板上。身体像一个倒三角形哈，也开始呢，顶安尼左脚伸出去，加伫右脚的下背面，好，安尼加呢，所以安尼身体伫右边落下来，脚脚下放闭松，用安尼坐骨、面上骨来旋转右骨，安尼带通都慢慢都左偏。再上来，吸气带上来，身体带上来，都安尼旋转，一样慢慢的旋转，落下来，上下来，上啊，当安尼脚掌，用坐骨发一个圆圈呢，旋转到左偏，身体要放松来，皮下安尼肩胛骨放松。再来用一样放松下来，落下来，画一个圆圈呢到左偏，再慢慢带上来。好，真正做的呢，我们一样要稳偏做，一样左偏的脚呢伸过来，竖过来，右偏的脚一样。伸出去，加伫左脚下背面，左脚的膝头下背面，一下呢稳偏的，所以顶下左偏落下去，相同放闭松，来旋转，到右偏的呢，吸气带上来，安尼要转安尼两骨旋转安尼两骨。一样落下去，髋关节脚脚下放闭松，绑安尼两骨，跟两骨搭彼此，到右边呢一样旋转上来，动作要慢慢来做，眼神要放闭松，头皮放闭轻，心要轻，慢慢的旋转到右边，上来时间呢，吸气带上来，来旋转上来。好，一下呢，我来做分解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我们两只膝头开啊铁板上，开平平，两只手呢插啊铁板上。安尼看起来，安尼眼神就成一个倒三角形，平常的呢，将安尼左脚伸出去放出来，加伫右脚的下背面，到下去的呢，安尼合，安尼放唔开呢，安尼等下落的呢，就变啊卡在呢，无空间好下去，所以安尼尽量将脚岔开打开来，一下打开来呢，都将安尼。脚脚下放松，皮下
安尼脚骹下变松，腰骨变松，甲安尼两骨延伸放松来，坐下去。当然啦，若迄一下无法度坐我都按下背按松的话，也身体的极限，都安尼要可以若迄变的松，就尽量落下来坐倒，用安尼输的坐倒安尼脚掌用安尼坐骨，输安尼旋转，带动旋转，慢慢的转，转伫右边来。转伫左边的也下伫左边的脚掌，安尼上来呢，手吸去，将安尼眼神带上来，一偏松，安尼一偏的肩胛骨，偏向安尼一偏的肩胛骨呢，安尼带上来，将身体慢慢的带上来，也要动作呢，可以帮助安尼迄两骨坐骨无张的呢，无平衡的可以矫正所以安尼做的时间呢，一天呢都安尼慢慢的落下去，放松下去，延伸，将安尼两骨绑比称，安尼要压缩安尼腹腔，压缩腹腔同安尼肾脏、肾水，压缩腹腔的呢，要帮助安尼肝脏循环，肝脏按摩到安尼肝区。慢慢的旋转，上来的时间呢，都吸气，将个眼神慢慢的带上来，安尼，好，一下呢，两边拢爱做，两边做呢，才会平衡，相同，做过的呢，安尼来做练习的动作，练习的动作呢，相同。跟延伸从骨壁张来，好，用只手控张的，一样，将安尼脚伸出去，加伫右脚的下背面，脚尽量打开来尽量岔开一样，跟安尼坐骨坐下去，慢慢的旋转。转到左边的呢，一样带上来，尽量在原地唔塞来塞去塞来塞去一样可以做，只是安尼都也个延伸，跟安尼两骨放出的通安尼功能都无按好一样慢慢的旋转到左边。转的时间呢，记得安尼要放慢来，放松柔的，慢慢的转吐气，慢慢的转伫左边，再吸气，等眼神带上来。再来一次一样，跟安尼坐骨坐下去，用安尼面中骨旋转安尼两骨带动旋转到左边，慢慢的再到前面，好，真正过的一样，安尼反转反偏做左脚伸出去，竖过来，再右脚伸出去，放伫左脚下背面，记得安尼两只脚尽量岔开打开来安尼落的能有空间好，慢慢来放松松柔到我们的脚跟、脚带、脚掌，再旋转到右边。再带上来，偏向安尼肩胛骨，放上来，带动安尼是肩胛骨再来，
不用松，松柔的，放慢的，安尼旋转。旋转的时间呢，看安尼蹦下去，脚看下蹦松下去的时间呢，都压缩到安尼腹腔，安尼就会按摩到安尼的肝脏，蹦松。好，继续哦。不松下去，左边的脚掌，再慢慢的转到右边的脚掌，用安尼手的坐骨来旋转，慢慢带上来。最后一次哦。不松。好，一下跟安尼右脚传出去，数过来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记得明日要听听老师呢，好好运动一下，安尼精神、身体能会更加好哦。听筒，安尼下次见。